新店宝记囡仔群今仔日带囡仔去公园野餐，希望透过轻松方式用台语开讲，嘛，互大家伫咧佚佗的过程当中惯习讲无记。跳跳跳跳，快点来跳！囡仔伫天道内底耍甲真欢喜。这本来就是咱家就冷的啊，这毋是恁的厝啦。佮有妈妈用台语讲故事，互囡仔听。新店宝记囡仔群日日带大家来到江南公园野餐，用轻松自然的方式，招大家做伙来学台语。婴仔还未出世之前，有想讲要拢互伊讲台语，嘿啊，因为我台语就未认得诶，有想讲来遮会使学，佫会使带婴仔甲迄差不多岁数诶，算做伙。真正台语是咱本来的应该爱讲的话，所以真正袂用互伊失传啦。啊，伫厝家己一个人讲足寂寞的，毋过伫遮大家我做伙讲，会感觉就有勇气。主办单位过去就常常用台语讲故事的方式，互囡仔来学台语。即摆透过野餐的方式，毋但互囡仔接触大自然，而且会当哪耍哪学讲台语。会晓用母语来讲，嘿啊，自然嘛会当甲即个词记起来，嘿啊，所以我感觉咱伫生活当中，就是爱尽量带囡仔去接受无共款的物件，互因知影种原来有这样侪物件拢是有会当用台语讲的。透过活动，除了互囡仔会当较接讲台语，采用上自然的方式，教囡仔伫平常时就会当讲出认同的台语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